南灣 VTA 交通局工會員工今日拒絕咗 VTA 董事會尋日提出將加薪幅度提高到3年11%嘅建議。喺今日嘅投票入邊，有83%嘅會員投票拒絕新合約，即係話已經罷工2個星期嘅 VTA 員工會繼續罷工。有州參議員重新推動拯救灣區公共交通嘅法案。如果法案獲得通過，選民將會喺2026年投票決定係咪批准一項為期30年、徵收0.5%嘅銷售稅。周正君報導。由分別代表三藩市及東灣柏克萊市嘅州參議員威善高同 Jesse Irigan 提出加徵銷售稅法案，目的係為疫情後因營運收入不足導致財困嘅公共交通，例如灣區捷運 BART、三藩市公車 Muni、加州火車 Caltrain 同東灣 AC Transit 提供長期資金。法案建議授權三藩市、東灣 Contra Costa 同阿拉米達縣將會徵收0.5% 嘅銷售稅，為期30年嘅提案放響2026年11月嘅選舉，由呢3個縣嘅選民表決。至於中半島 San Mateo 同南灣 Santa Clara 縣，可以響7月31號之前選擇係唔係加入將當地嘅交通機構納入法案嘅受惠機構之一。提案人表示，如果冇重大嘅改變，灣區陷入財困嘅公共交通機構將要大幅削減服務。捷運列車可能1個鐘頭先有一班車 ，Muni 巴士減少20條巴士線，以及巴士班次減少一半。AC Transit 同 Caltrain 亦都可能面臨類似嘅削減服務。2023年加州曾撥款51億緊急資金，暫時避免咗公共交通削減服務，但呢一筆資金將會喺2026年夏天用盡。East Bay Times 報導，為防止呢4個公共交通預計合共8億美金嘅赤字 ，Irigan正喺度推動額外20億美金嘅補助資金。不過，舊年11月嘅選舉結果顯示，加州選民對新稅收提案興趣唔大，選民否決咗將地方債券門檻由2/3贊成票降至55%嘅提案。舊年嚟自 Santa Clara、San Mateo、Marin 同 Sonoma 縣嘅地方官員曾反對類似嘅法案，擔心措施會搶走本地交通稅收資源，並質疑所獲得嘅資金係唔係同貢獻成正比。一啲公共交通機構嘅官員亦都反對，因為舊年提出嘅法案要求研究整合灣區27個交通機構，新版法案就改為要求各交通機構改善財務效率並加強協作，先至可以獲得資金。26台記者周正君報導。